德国联邦议院伫咧12投票通过性别自决法，甲这多元性别者的改名改性别的程序简化。不过，这个意大利因的总理梅洛尼所提出的法案，是要甲这代理孕苗照白生囝行为当作是犯罪的，而且要甲这个罚金纠关到后院100万，才开始代票3400万，而且还要关2年。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就性别自决法第12投票个表决通过，要伫11月7日生效。这法律会简化跨性别者、双性人或者是非自愿性别者伫政府登记处改姓名、甲性别的定序。根据这卖法律，德国民众只有伫经过2个心理医生的评估，而且得到法院的许可了后，才能正式改家己的名、甲性别。新法是要求民众只要提前3个月通知登记处就使，而且未满14岁民众应由因的父母或者是法定监护人才能提出申请。已经满14岁未成年人，应伫父母或者是法定监护人同意下提出申请。若父母或者是法定监护人无同意，家庭法院应判准更改，前提是免违背囡仔福利。Es ist höchste Zeit, dass wir nun auch die unnötig langen Gutachter und Gerichtsverfahren der Namensänderung als Unrecht beenden und dass wir heute endlich die Würde von trans-, inter- und nicht-binären Menschen. 不过，性别自决法也是互自由派甲保守派批评，因讲这项法案自头到尾拢无经过合法考虑，除了会互家庭带来不安，也可能互有心人士利用，加做犯罪工具。因为该姓名甲性别免向警方登记。12有数百个抗议人伫意大利首都罗马，因反对由总理梅洛尼政府所起草的法律，将代理孕母定为犯罪，将罚款为60万欧元，差不多2069万台票，提悬到100万欧元，差不多3449万台票，而且将监禁刑期为3个月增加到2年。Noi non siamo criminali, abbiamo fatto ricorso a questa procedura medica che è perfettamente regolata negli Stati Uniti, tutte le parti coinvolte sono consenzienti, consapevoli, abbiamo una relazione stabile con la nostra portatrice, i nostri figli la conoscono, quindi in realtà non c'è sfruttamento, non c'è nessuna delle cose che si vuol far credere all'opinione pubblica. 梅洛尼将代理孕母看作是犯罪草案，外界认为真大程度是针对 LGBTQ+ 社群，伊言论甲天主教会观点同款，因为教宗方济各进前发布的文件当中讲到大因，因为伊是侵犯囡仔甲妇女尊严，加做扩张他人利益或者是欲望的工具。公司新闻新竹培编辑。